来看台北市大同分局的警察，昨晖透早驶警察车去 KTV 做临检，人落车，车锁无锁。附近的一个少年家看到车顶无人，竟然怎坐起哩？翕影片传去网络顶咧顶。目前警方是已经查到伊的身份，嘛有通知伊爱到案来说明。对于同仁出师未锁车门的情形，我们将依规定议处，并加强同仁教育。对于该民众擅自开启警车进入挑战公权力的行为，我们已掌握该行踪，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通知送办。这两个警察落车了后有被锁匙，不过煞是无锁门。另外一个少年人就家己车门开咧，就坐起哩。翕影片也遐咧等。经过警方事后清查，车底的物件是无碰见。不过目前是已经有通知这个查甫人爱到案说明，嘛要来调查这两个警察敢是有失角贼。